我免拿照顾，我家己袂晓。伊讲伊家己袂晓，所以伊家己安那，伊家己学会了。做青蛙啊，做拢会晓，伊自家己会晓食，伊爱食饭啊，伊拢会晓。但是要正常的小孩子，伊要互迄正常的小孩子安怎？家己饲无，伊敢会晓家己食，伊会晓家己你看会晓食，食披萨，做食什么这样都厉害。但是伊讲吼，伊也老师讲啊，讲老师，我袂去负责上来甲我帮忙的啦，因为一个人互迄人帮忙，迄是一种良善、善心、善良的心的主管，你爱互伊生活。一个囡仔尔，我跟你就道理哦，人家从我囡仔之前安尼，我免受因对我的爱。我甲因对我的爱，我甲遐甚至一个较大的爱，我再来照顾他，照顾比我更较用心啊！这个爱，同啊集成一个大爱。伊讲老师，安尼咱这幼儿园囡仔拢做做爱的对不对？咱就会真简单安尼，在我感觉是感动的，拢做做爱的吼，一个安尼囡仔伊就安尼想哦。所以伊讲吼，上帝互我一个足好的礼物。囡仔还是讲，伊感觉上帝互伊一个足好的礼物。迄个是啥？就会无法度去爱啦，爱人，我有能力去爱人。所以才能伊想的是讲，上帝，你是安怎做两只手？你生我时阵是安两只手袂去甲我斗入去？伊就安尼想。伊讲上帝是安怎？哦，为什么？你这无我两只手，啊，是互伊其他人尔，你甲我看用安尼。屁股安尼歪，安尼滚，迄骹是无力，不会走。伊安做，伊从来无阮上帝讲，以后伊将两只手，互咱其他的其他，伊知影讲，上帝互伊会当去爱人的能力，伊感觉伊已经做完成，很满足。应许不全哦，伊嘛不足哦，伊是完成。伊感觉伊不完成啊？安尼各位先生，咱哪等着？这个囡仔等着，着咱哦，咱看到作品，有作品，咱作品，是叫做泡澡屋，刚看着吼，叫做旅屋。啊嘛，爱起来讲啊，好，搞好食，爱起来啦，搞好食，啊惊嘞，你听啊，该啊我领导，赶紧。惊爱人看到，莫讲闻着，看到就走啊！啊，介意嘞，哦，看到，啊袂闻着，啊无看到啦，闻着安怎？哦，抢要进来，我要来吃。这边是上帝，正是嘛对不对？为人不惊，为人不爱，所以他就是这种人，安尼较袂对。为看到所爱，就像这囡仔。伊感觉我无啥物看上的，上帝互我会当爱人的心。我会当去爱人有重要无？一个人爱人有重要无？所以先前你不说对哦，咱好好啦，好好的头壳会晓想，会晓讲的拢推进啊，讲的拢歹的拢要伤害人。安尼咱的人生会安怎？就这样来哦。所有的可能拢是对，咱的人生的可能是对。第一。咱选择上面，第二，你就是看到上面，你选择了什么，你就会看到什么。你选择你即摆选择几道？不要选择，咱即摆选择几道？到床到屋。那就不上，那就到你哦。啊，所以你看到啥？咱选择咱是看到稻苗，看到人，看到咱前线，看到前路，看到有兵，然后。所以你选择啥物，你就会看到啥物，你就去境界，你会尝到，你听到就是啥物。所以先生免怀疑，因为这嘛就是最后经历的，你就经历了什么。当你选择了什么，你看到，你选择啦，我就要来听。我选择来听，所以我看到这一切，所以我就经历这一切，我就经验啊，能够经验这一切。近期小天使班嘅囡仔，伊选择了伊小天使班，伊就是个小天使班嘅囡仔，但是伊就其实咱小天使班周围特点，啊，拢蛮同款哦。啊，这是一个比喻哦，好的环境是安尼哦。圣经内面吼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圣者，伊问上帝讲：上帝，
你讲我若选啥物，就会看到啥物，嘛就会经验着啥物。但是呢，我会头壳来囡仔，种倒的是上讲当中，到底是倒一种，我到底是爱去相信倒一种。咱逐工出门，规个仔出门来了，看到个人，看到个看到个代志咯。有啦吼，你经过时啊，等下即个地板上，你看到即个人咧坐豆腐互伊，敢是？啊，你搁经过，看到遐徛煞伫遐斗地，伫遐徛斗地有无？等下搁经过，看到一个少年的高度仔伫遐用安全帽，你感觉这拢无啥，但是你看到一项，拢咧叫做是相，你看到嘛吼，拢是一个相嘛，实际你看到的相。你莫想是讲，我到底是咧选择一种，逐项拢爱看到的啊。所以前去看到足济哦，有看足济呢。你嘛选择足济呢，因为把你想要你来看就是咱选择的嘛。啊，无你会当看遮电影，你要看倒去？所以前你若有推过这个问题。咱人阿妈讲吼，上帝创造咱，上天创造咱人类受苦的时阵，咱的阿妈讲来，倒会看出来。你甲我看会我无？讲你阿妈讲你脑袋可能袂关来吼。若无脑袋的时阵，你看倒面。我正面是毋是拢负债？你要倒面正面拢会债，但是拢会债哦。但是你想咱以前要选择看正面，你若咱叫你看倒面，所以你很困惑，你就袂记起来讲是安怎？你讲我选择我看到就是我选择来是，遮济，我为啥要你看这边，或者要你看这边，我到底要看倒一边？我到底要看倒一种？上面来讲，你选择看迄种，那个呈现，你选择看迄种到底是哪一种？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？那到底是哪一种？你也就问啊，我嘛会，你讲说我真正听无呢，伊讲是啊，你讲我真正听无啦。啥物是互我选择的迄种？你不是去看迄种，啥物叫做这种？不是迄种，所以呈现，咱敢有想过？什么叫做这种？不是那种？哦，讲甲。只种咧拍架有无？这种不是这种，这种不是这种，是来讲，你对伊的观感，你对伊的观感，啊，搁有你对咱的观感，自己的观感。你对这个环境，你去看这个环境，你的观感，我就是讲，我就是想要甲看。正常上讲就是慢慢讲，爱就咱现在就，所以现在你想要看的，啊，那是咧比赛吼。啊，你然后讲以前就咧爱看，我想要看这，我想要看这些，但是你选择了，你对这个观感，你对他的感觉啦，你对他的观感，你想要朝那个方向看。你现在是安那对这个方向看，因为你就是对你家己的观感。你这个人有存在，你的人是存在的。你对这个事物的观感，又对自己的观感，它是一致的。哎，这不清哦。所有的可能拢是你选择的方向，甲你家己的观感。啊，这些是咱啊听有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人生的一切拢是同事的，伊是同时的，同时嘛是个事的。好，讲到底啊，人的一生就是啥？连续中，咱就爱看了，爱看。迄连续中，不管是当地的、民事的、大事的、外事的，不管这是实际上是都有啦吼。拢有连续中哦，今仔做，明仔下个做拢做袂完，啊，为了做做几百集的，几啊百集的做拢袂完，所以真诶，你的人生嘛是连续中。你敢有意识着？啥物叫连续中？连续的哦，上帝人讲咱人一切拢是同续的，连续的啦，无断的啦，拢连续的，比如讲，像我甲咱讲吼，咱若行吼去伤害人。就是提示这个风台，伊用题材来讲嘛，比如啦，你就提示这种台，倒进来，一个人嘛会知影，纯粹你嘛心中你就是在心里，所以真正安尼较清楚。一个人若讲一件代志，吼，比如讲，啊袂晓啊，迄头毛啊，咱咧唔去加加咧嘛，吼，啊加钱加咧，看无啊，过两个月，啊我就讲。你讲唔知即摆哦，他们那个是上流行，我哪是咱泡泡我即摆上流行，因为伊讲，啊是他啊，我就是，哦，我会当明白，我就安那，伊伤害我，我讲啊，你好不到是我，
这个时阵就是啊，我拿钱啊，大家也要钱来钱哦，到时候大家都好起来。那你说钱钱，那有人要钱吗？如果还好，我搞不干好起来，你跟你手机嘛，当中用钱来钱，这个钱人啊，咱大呀。来，准备哦。世间上一定有人讲这个，一定有人讲这个。啊，但是那种人讲这个，你睇呢个比赛哦，其他这人讲一句话，讲一句话了，你就来嘛，吼，100度水咧滚啊，就看扩大嘛，有啊，不会对啊，这是对的。即摆这人讲正代志，够影，你讲我咧，我生气，即摆嘛，这人。这样哦，这人好哦，1000，哦，下日公司赚1000哦，即摆这人讲够影，你就觉得来这个只要听到的人，两个拢摕公司赚平均1000来钱，所以之前，全部人比如啊，咱都清楚了吼，咱拢摕公司赚1000来钱，啊，咱做个公司费啊少啦，咱做个公司费啊少多少钱？应该是啊，佫无交无袂做人啦。那讲做，我是讲做在哪啦？但是咱就是啊，佫无够哦，佫无够，这无够，你佫有本事摕公司代志提进2千哦，各位姐姐，咱佫有本事，有本钱吗？1000天哦，咱拢有种赚的，迄叫做啥？人美，人是吧？你公司诶，聊天，你是骗钱来啊嘛？你互我谈，如果咱哪些观念嘛，进来，你即摆甲我骗，我是来啊嘛？你即摆甲我骗，你骗公司在咧骗我咧看你哦，我就骗，刚刚是这样吼，讲讲事情，讲讲事情，安尼要创啊，咱来收起来去谈哦，咱咧谈公司来咯，讲得谈。公司在啦，满世间在落去，各位请先介绍你来了解哦。公司在啦，满世间在落去，公司在你若无够，你的世间在就一直起来，所以你一直追求世间代志，本满哦，倒顶的啦，倒顶的啦吼。公司在已经管落来，这世间在，你就追到袂起来，拢是真的。如果你一直追求下底在，已经管落去后。你问他们呀，人家从人家比起来嘞，这个茶杯爱黑起来，黑起来，最佳倒起来，安尼是其他杯的。那么如果就咱茶杯咧这个外无黑起来，所以你是甲倒去外口，这个杯啊该会袂甜哦，然后咱就来自己讲奇怪，我老婆就是这个道理啦，所以其实。当然到，有人要讲伊安怎的时阵，爱安怎？先来偷偷笑一下，先来偷偷笑一下哦。不管讲伊安怎，你先来偷偷笑一下，然后再来笑一下，感谢自己。即摆天安怎？天公伯在咧听咱的后仔来，咱的后仔听起来，听到有条哦，听起来咱的心内有听，好，伊咧听我吼，公伯在咯，我咧听公伯在咯。安尼你才会得了解啦，你才会了解啦。如果你安尼想，你就会了解啦。但是你若无安尼想咧，迄就食歹啦。上帝是甲咱讲人，你迄就是死啊，拢在上用。如果你